OK，欢迎大家来参加第241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到这个陈南峰导演来甲咱对谈。今仔日的题目，阮是要讲这个说再见1947。我先来讲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历史啦。咱这回是第241回。咱的宗旨足简单，就是讲用台语来论万项事就对啦当然是咱优先是论咱的台湾文化，不过咱嘛是会当论所有的世界文化。所以过去咱有关各种的议题科技、文学、语言、电影、艺术拢错讲了咱拢会放伫 YouTube。所以若是袂赴通听的。会当甲拍踮 YouTube 的顶头，甲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安尼咱就会当来听过去咱这论坛的记录。咱转来到今仔日的主题我这回转来台湾主要是受到3个单位的邀请。第一个是打狗开讲社第二个是世界台语文化营爱丽声台第三个是伫台中的双语贵双语亲子营。双语伊是台语含即个改成是台湾的款台湾族的双语台湾语好我讲今仔即边转来拄着足侪意外的人啦包括讲迄个娃娃 TV 还是 Berkeley 的一个 podcaster 那是 YouTuber，转来高雄甲我讲咱来见面足意外上意外的是陈南峰导演啦我听着伊即个本体今仔日的论坛应该是迄个谢明佑啦谢明佑要来讲含即个能力攻击的制作人郑心美伊两个要来对谈由何信良教授来做主持。毋过临时谢明佑讲伊时间无拄好延到7月25所以就临时就请即个陈南峰导演来台打就对啦我听即个名，我感觉足熟的所以咧筹备节目的中间我就敲电话物件咧开讲我问讲你敢捌来过阮兜伊嘛三无鸟问啦我问卢美清迄个罗河纪念基金会伊就想起来无迄个南方你敢有伫遐？你敢袂当来讲一寡回想迄阵咱安那见面的经过好无？大家好，我是南方。嘛才拄好其实是差不多21年前20年前，阮一群少年人伊甲赖和台湾新闻学师傅真有缘，阮定定去做志工后来阮就出一张专辑，就是将即个赖和的文学改编做歌。20年前，阮出第一张的专辑啦。阮今年出第二张，就20年后搁出一张安尼。出第一张的专辑，迄时就受到真侪人邀请。上趣味，就是阮去美国唱几啊场。就迄个时，其实今日应该是迄个台语台长董事台长会今日要来分享，临时今日公司有20周年的一个活动。问我讲好啊，无来小解讲，即届有一出戏叫《再见1987》，就郑老师甲我联络，郑老师问我讲，你讲是在美清？我讲美清是真有识阮做伙唱歌的团员安尼。郑老师讲，你应该来过阮兜哦。你迄时20年前来美国唱歌的时候，我就。是讲，恁搁来阮兜内面暗时的时阵，搁有唱的我就想起这件代志你迄团叫做啥？拄好诶，到老。你迄团敢是叫做到老练嘛对。到老练念歌团。对。是讲赖和一篇
第一篇应该是第一篇的小说啦，叫《到老年》的那真趣味啦！我足想袂到讲咱会搁伫遮见面。啊，落去吼，我先来甲你问啦吼，问讲，嘿，即摆即出再见1987吼，嘿，这是啥物款意思？1987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意义安尼嘿？好，我有准备一个简单的 PowerPoint，大家介绍一下啦吼，我来分享一下。我看这个，大家应该有看到啊吼。嘿，我来，等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吼，沙里就放一个简单的自预告，大家看。再见1987是8月30号，要伫公司台语台要放送的一出连续剧，总共是10集。哦，伊的类型是历史、爱情、甲女性的这个成长。我叫南宏，陈南宏我公司叫做魔幻时刻电影公司。这出戏是讲一个大时代，到1940年，一直到1987年的一个大时代历史下的爱情故事，讲到这个少年人的理想、少年的爱、少年人的谅解。规出戏的观点是为做这个受难者的太太，还是受难者的查某囝、后生以及后代作为主体的观点的一出戏剧安尼。男主角甲女主角，女主角就是彭智友，下骹这个应该大家较熟悉，苏明敏吼，英国最厉害一个影后啦。彭智友就是少年时1940年代的女主角，下骹就1987年，所以规出戏其实时代跳来跳去。哦，男主角就是边这个叫林哲熹，鹿港人，演男主角李俊贤，甲女主角这个曲雪两个做伙安尼。男配角是这个叫何浩晨，叫演做张忠明，下骹这个1987年的伊啦吼。何浩晨嘛真趣味，我实在找伊来audition的时阵，想讲伊背台语会足辛苦，因为这台语台戏嘛吼，无呢，伊其实高雄人，伊的台语讲了袂歹，伊有法度台语安尼对谈安尼。上正抢边大家看到有两个，这是韩国的演员。这个叫优美李幼飞，下骹这个叫文熙景。这个故事较特别是有讲到韩国伫1950年代的大时代，甲台湾同款，韩国嘛，迄个时阵拄咧经过白色恐怖的代志，所以规个故事一半，甚至差不多一半，是有讲到韩国的历史的呢。主要是男主角有去参与到韩国的历史。这我刷了我过来讲哦。这个故事爱到差不多战争的尾期，就是日本时代战争二次大战的时尾期。这个女主角叫曲雪Yuki，就叫 Yuki。伊甲这个俊贤两个这斗阵两个人就是迄个时阵的文青啦拢行伫街头，也是拢真简单的，因的理想真简单，希望要改变这个社会。因为迄个政府，日本时代政府为了战争乱糟糟嘛，战后新的政府来，嘛乱糟糟嘛，因两个拢希望这个乱糟糟会拢变较好啦男主角俊贤就去做记者采访，希望把真济社会事写出来。女主角就做舞台剧导演，嘛希望把真济社会事来演出来。结果伫1947年的时阵，2·8事件发生啦男主角就去互政府通缉安尼，通缉就逃走两个人就无法度搁做伙男主角就立伫山顶，后来去接触到地下党。地下党就是迄个时阵共产党希望想要把台湾摕落来安尼，把国民党按落倒。那地下党伫1949年50年代的时阵
受到政府这个足大的行动，叫伊就搁逃走，即摆逃走了后，伊就无搁转来，逃去倒位咧？走去1950年代，大家看下骹这50年代是拄好韩国的战争，这个男主角逃走去日本，去日本掠去日本人，日本的时阵去美国这个麦克阿瑟军队掠去韩国，参加韩战，做啥物？做翻译。因为这个男主角俊贤会晓讲日本话，佫会晓讲英语，因为伫台湾读大台嘛吼，佫会晓讲一寡华语，所以感觉会用做这个韩战的时，互拢赢，俘虏营啦，互拢赢的时阵，会用来做统一的呢。迄阵做统一嘛，想讲我做统一拄好中华民国这个政府，蒋介石的政府要来遮所谓中国的志愿军啦吼，要来迎接转来台湾，这大家用查，这是一个足荒谬的一个历史叫。这个有一个，这是叫做123自由日吧，吼，就是1953年迎接这个韩国互拢赢的反共意识，转来台湾，咱讲遮人就是反共意识，咱来做一个123的自由日安尼，其实事实其实毋是安尼啊，足侪人其实是毋是来台湾，毋是投靠中华民国啊，来台湾是暂时讲来遮屈一个，无的确有一天会用转去故乡安尼啦。就个伊的身份，同一个身份去互拢赢的迄个是派来中华民国政府的人发现，所以佮逃走了后，逃走人拢住伫釜山，就一对兄妹啦吼，伫这个餐厅姓金的一个金家餐厅的一对兄妹，收留，就趁钱，想要个偷坐船转来台湾，就因为。这个餐厅这个大高雄啦吼，受到1959年韩国的政治事件影响，叫无听去警察拍死啊，所以伊为着要照顾这个妹妹，所以佮留伫韩国的呢。同一个时间，50年代甲60年代，这个区选，伊换一个名，因为。伊等于后头厝，定出去去警察问代志，查某囝伫学校嘛，定去问代志，受影响。伊就想讲，无一个人，就莫个一个人离开，就莫个处理的人后头厝，定去警察咧扰乱，带两个查某囝伫教会内面，替人摒扫过日，熟悉着另外一个音乐老师。这个音乐老师嘛，足鼓励伊，知影讲伊足有才情的，会晓画图，搁会晓写物件，甲鼓励安尼。哪知影这个区选因发生过真侪代志，伊就毋敢搁画图，毋敢搁写文章，行去影响别人啊。这个音乐老师嘛来告白，讲我都真介意你，伊就告白几啊届安尼伊嘛来拒绝啦，伊甚至来讲，阮是政治犯的，虽然伊即摆毋知影走去倒位，毋过我就是咧等伊安尼啊。这个音乐老师就知影了后，伊嘛无放弃啊，伊嘛想讲无你互我陪伴你啦，我陪伴你就我就莫个甲你高高低嘛，袂要紧，你反正你要安怎拢会使啦，你莫安尼打拒绝啦，后来。1950年代、60年代时嘛，发生这个教会因办杂志艺文的杂志，去敬重掠呢。规个过程伫讲这个为什么是1987年？这拢无讲了1987年整个故事的一开始，其实是1987年的时阵，这个李俊贤伫韩国已经老啊啦，60、70岁啊，写批转来互区选讲。我人无死，我伫韩国想要见伫台湾的一家伙毋知影有机会无？这张批啦，就引起着这个区选规家伙乱吵吵。区选嘛，因为安尼伊较早捌去用掠，捌去用拍，有这个 PTSD 啦，
拢惊讲即张批来，警察过来抓我无？警总会过来对阮兜诶人安怎无安尼？哦，即个秘密，因为拢无啦，拢无啦查某囝讲因过爸爸诶代志，因拢就是爸爸过身啊安尼。啊嘛，因为即张批，后来台湾诶查某囝去找韩国诶爸爸诶时阵，去韩国找爸爸诶时，才发现讲，即个韩国诶查某囝啦，才发现原来爸爸伫台湾还有太太，伫台湾还有查某囝安尼，所以等于就是一个两代韩国甲台湾的后一代拢毋知影顶一代发生的代志，顶一代拢暗藏家己过去的代志，无得后一代的人讲。啊，因要安怎讲？啊，为虾米一直拢无法度转去？到底英国发生啥代志？啊，为啥选伫1987年吼？是因为改严7月15就要到啊吼，7月15，明年是40年，伊才敢写批转去。伊惊伊讲，我若写批转去，啊，伫韩国遮厝的人会受影响无？啊，伫台湾厝的人会受影响无？因为英国对因安尼走总的好朋友，死的死，伤的伤啦，所以拢惊伊影响着别人啦。所以这个故事就讲两个人真有理想，冲冲，但过程当中，朋友受到拖连，有的人过身啊，有的人红去用掠啊，怨恨讲为什么？到底迄是，就是讲有一个这个驱杀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就因翁的因为追随这个驱杀做伙安尼。上街头的意思啦吼，啊，翁死去啊，伊嘛问小姐讲，到底小姐我都无读册啊，恁到底遐代志讲足好，啊是好甲偌好安尼？哎，阮翁安尼去死去啦，啊，到底伊人伫倒位安尼？所以这是这个故事选择伫1987年的一个原因啊。嘿，好，哇，你我看你这，好，咱先到这。好，我向你这个计划会真精彩吼。介绍我咧听着是有两个国家啊经历同款的小可类似的一个历史吼，啊，佮牵涉着两代的人吼。啊，你拄则有讲着讲这个1987吼，拄好是改严的迄年啦吼。啊，我有一个问题啦吼，李登辉讲迄个中华民国。是民政权啊，伊要做摩西吼，要带台湾人啊吼出埃及吼，迄当时是几年？你敢会记得？差不多是1993、94迄家走啊，买民选总统的时阵，要直选的时阵啦。对，啊，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讲吼，这已经改严啊啦吼，啊，毋过台湾人普遍吼，对迄个改严留来迄款的阴影吼，敢有真正无去啦吼？啊，我讲我的经验啦吼，其实是伫阮即代段的吼，若讲要伫安尼公开场所，甭讲公开场所啦吼，就是我较无熟悉的人啊，伫遐咧和朋友咧开讲，啊下意识吼。拢会想讲，头安尼挖一个，看你讲的话会好听着无安尼啦，吼。啊，一直到李登辉，吼啊，伊讲啊，即个中华民国啊是民政权，迄足侪当那么介绍伫北美，我的朋友也无人相信呢。我敢有影即种代志？啊，会讲想讲啊，下意识咧论公共议题时。啊，爱讲安尼看有人惊讲有人咧监视无吼？迄嘛个应该足久呢吼。啊，我是爱知影讲，那一般啦吼，一般的台湾民众吼，即种的安尼咱文化的即个受改严，即个 DNA 落来吼，到遮敢抑阁有还阁咧影响台湾人的即个下意识、心理意识吼啊，对即个。台湾文化吼啊，敢还阁有安尼有 PTSD 的即种的影响啊。
听，会。我问下，其实写我感觉阮写这剧本，其实我拍开电脑，第一个档案是2022年，嘿，已经差不多4档前啊。嘿，嘿，因为这个像我讲一个，台湾的实名中华民国这个后来国民政府来，成做一个实名的政权，伊有这个其实要看咱对实名的定义是安怎啦吼。但确实，这个外来的人无问过遮的人，无问过，你就讲安尼，我就是要接受，我就是要安怎。我感觉这是一个无正当的方式。我举一个，我简单分享，我真粹，阮兜规个家族吼，阮兜是哪式的，加我一个是本土的。上厝其实我的阿兄，我大兄是由蓝转小草，小草放弃变小，不当小草。最近转到伊顶礼拜，我转去问讲，弟啊，你英国，你敢捌去过迄个人权馆的呢？我向想，你要问啥呢啊？伊讲我带因查某囝爱上课老师介绍讲去迄个人权馆去看卖。我讲你看了会感觉啥？伊若讲吼，遐个人最勇敢的，唔惊死的呢。我就看网稿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迄时伊毋是小草，我观察伊的点就是讲，伊感觉民众党的人无诚信，国民甲国民党夹，结果无夹，无大民进党按落倒，无夹，无诚信，所以我感觉的，原来对你来讲，诚信比一个政党重要。所以政治对伊来讲，伊是较无感觉。但是伊嘛也会讲，逐囡仔讲无卖啦，你莫插政治啦。但伊讲莫插政治的迄个意思，甲阮爸阮妈讲莫插政治就无共款。所以我感觉台湾人实名政权这个留落来的因过做的代志，造成大部分民众会惊吓，大部分民众有一寡反应，留落来遐个无开放的，也是无自信的，对。咱讲那台湾本来留落来伫遮诶，后来经过日本人来了后，留落来遮诶物件，咱嘛较感觉讲咱可能较低落，即款诶想法，其实我是感觉渐地无去啦。就讲咱确实渐有自信，这个渐诶过程，其实是真侪学者嘛有提出真侪观察。而写这个。剧本的上多一个观察是，我受到吴瑞仁，中研院一个教授，伊咧讲台湾意识的一个演变，伊用人类学的观点来讲，伊讲人类学就是一个所在，一个外来民族种族来了后，伊一定会先相拍，相拍了后，伊的自然慢慢相拍了后，一定会好改嘛。和解有一寡活动的进行，慢慢，伊就某一个人会活另外一个。迄毋是人，迄是意识，甲迄个民族性的，慢慢活另外一个。这个会正民族的，正做另外一个模样啦吼。我感觉这就是伊讲第一个，就是汉人来到这个岛上的时阵。第二就是日本人来到这个岛上的时阵。第三个就是1949年。搁另外一个100万的民族来到这个岛上时，拢会先相拍了，慢慢会成做一个新的意识。这新的意识，离原本的意识来会得大汉的呢。对。讲外星人这个，伊的学术顶悬，伊讲外星人这个名词的消息是离太阳花的时阵，对太阳花这样的少年人，伊感觉我毋是外星人。甚至可能规个家族拢是外星人，但伊会感觉我毋是外星人，迄外星人是阮爸爸妈妈，我是台湾人。最开始我就去问迄个学弟妹，就是我亲戚来问啊，讲哇，看了演讲我来问讲，学弟你感觉家己讲外星人？讲外星人，对啊，你感还是你感觉你是恁爸爸妈妈？伊讲。阮爸爸妈妈是我是台湾人，
啊，这个冲击哦，是迄时我会记去美国的时阵20当前，有一届我们地老师你就记得，有一届去演唱的时候，咱去一个真大的教会，啊，大个教会有拄着伫美国的台湾人，就到我差不多迄时20通岁的少年人，我就问讲，你伊讲甲我讲台语嘛？伊就英语甲台语尔，因为其实袂晓讲华语，无迄个环境。因吹台语啊，伫外口就用英语。我问讲，你感觉你是美国人啊，台湾人？伊答回我美国人。你对我一个20岁人，我是迄个 crash 足大。像你明明都到我是讲台语的黄种人，你讲你是美国人，伊讲啊你台湾人，伊讲台湾人是阮爸爸妈妈。所以实名的这物件，我感觉确实就这个对实名政权的中华民国这个意向吼，我感觉这是一个慢慢变化。就讲即卖中华民国台湾，甲1949年，甚至甲1989年，我感觉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识甲感受，其实是无共的。我感觉迄天我去听迄个太原事件的其中一个，然后即卖在世，伊就咧伊出一本册啦吼，伊咧讲，伊讲伊读高中的时，迄全世界独立的国家其实50-60个尔。你想讲即摆2026年规个200外，所以独立建国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咱拢想要用安尼去。是，你种个论述呀，我插入讲，你即摆用安尼个论述，我是感觉讲嘛是袂歹啦吼，就是讲看你相关迄个 context 吼，情景来论遮。我会感觉讲用即个动态吼，用动态的即个物件来看咱的台湾文化的发展，甚至讲台湾政治的发展，不是咧变动的诚紧吼。佮另外一点就是讲用土地的观点来论述，它毋是讲用族群的迄个观点来论述啦。这是迄是较现代国家吼，现代民主国家即个咧论述的时阵，论述讲咱的文化的时阵，应该拢是安尼啦吼。毋过吼，我举一个数字来讲啦吼。就是讲，我最近拄好咧准备，讲要去即个世界的文化论坛吼，伊我指定一个题目啦吼，叫做台湾民族诶语言文化观啦，吼。即个问题我实在是想真久啦吼。到底要台湾民族是啥物款？就是要用土地来论，要用族群来论。是要论对一点的时点，所以我的结论可能就是安尼，就是讲咱要论这，可能用动态的物件啦吼。面对无共款的即个较高文明，还是较强势吼，是讲不管是实名政权也好，还是讲是来遮要趁钱也好，即个强势文明的时阵，我想是台湾民族。就咱台湾人普遍是讲一部分咧吸收，一部分咧抵抗吼。我是用即个上早的即安平叫做台湾，台湾迄阵是用罗马字写的吼。所以按迄代一直落，到今仔日。迄阵吼，咱来看1915啦吼。1915的时阵。日本时代，伊有做一个第10遍的迄个语言调查吼。伊迄阵的结果就是讲即卖所有的河洛话有85%吼的人口，就第一个语言用台湾话啦吼，伊无讲用伊无讲用河洛话，即个无讲即个名词啦。伊讲吼，会晓讲台湾话吼的人口，第一使用的是85%啦吼。第二啦吼，就是讲副语言吼，会晓讲使用台湾话是50%啦。这个人是包括日本人、住伫遐外国人、客人、原住民吼。
所以因还阁有50%会晓讲台湾话，所以南做伙甲算起来是90%至95%以上啦吼。啊，伫迄当时，阁有一个迄个时代也，迄阵诶传教士，伊阁有留一个叫做用时代诶话吼，叫做咱即摆叫做新港文吼。即个新港文吼，到尾啊，阁用做地契吼，那地契就是土地买卖诶地契啦吼，诶契约啦吼。啊，这使用诶年代吼，前后看要安怎算，但介少有人讲是150吨，有人讲是223吨啦吼。所以咱会当讲，虽然是即个时代啊，用即个咱较早第一个知影讲，即摆住伫安平迄个台湾的部落来讲吼，啊，差不多会延续要200几吨啦吼。啊，其实台湾即两字其实是用时代啊话来讲，迄打 T A 开始，南岛拢有人的意思啦，所以 T A 是人，啊安是所在，所以咱台湾人伫安平遐，台湾应该是人大的所在。啊，照时代的话，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咱搁转来讲到即个2020年啦吼，2020年，咱政府嘛有做一个语言调查啦吼。啊，迄个结果是变做讲，即摆会晓讲用台湾话咧讲的人口差不多60%啦。啊，毋过较互人烦恼的就是讲，25岁以下的吼，剩甲是敢剩7%啦吼。啊，国民学校的我看剩无3%、2%吼。啊，所以即个就是讲，若是一个语言文化，咱嘛用动态来甲看吼。若经过200几吨，啊，这时代也会慢慢啊无去，慢慢啊去互迄个安福建来的人遐，安尼外口移民来吼，日本时代安尼慢慢啊安尼用去。经过几啊代，可能迄个痛苦袂感觉较悬啦吼。啊，毋过若是讲中华民国来到遮吼，咱讲中华民国，我还是民进党即嘛嘛爱概括承受啦。就是讲迄个体制还未改进前，迄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搁咧使用进前，即个政权的体制吼，就是讲较早根据习惯来考律师吼，还是讲考一寡迄个公务人员吼，遐个物件还未遐留落来，遐个既得利的继承吼，既然是若要伫中华民国选举吼，啊，即摆是民进虽然是本土的政党执政吼，毋过嘛是爱继承即段的遮个无公平倒来遮个实名制度吼，所以咱中华民国有哪去甲讲是实名政权吼，啊，毋过当然这是初当然。无共款的情景，咱爱论述，搁论述较有诶啦吼。我即摆是咧讲，即个底77吨嘛，1949来77吨诶中间无到2代人、3代人，啊，即个语言剩囡仔孙仔剩无3%咧讲，所以迄对台湾人造成诶迄个痛苦吼，是不止遐大啦。啊，所以就是讲孙和阿公，甚至讲遐个亲族吼，要交通拢会有困难啦吼。所以是讲对无毋对，我嘛足赞成讲用即个土地土地观的论述吼来讲来论台湾文化。啊，毋过安尼的好处就是讲，你会当讲互遮个住伫目前住伫即个土地的人，啊要生活啊会当讲较互相包容啊，互相安尼来融合来进步吼。啊，毋过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对一部分人吼，徛伫感觉讲伊可能较要搁坚持家己的文化的人，安尼就变做讲无公平正义啊！吼，就像讲阮爸母的即代啊，含我的囝讲甲袂通吼，啊，这就是讲对新一代来讲啊，这个社会咧进步啊，啊，毋过讲对还阁活咧人，伊虽然较老，啊，伊讲啊，安尼我的文化、我的生存权、我的即个生活苦啊，会使讲去完全去互剥夺去啦，吼。这是我的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啊，不过即摆咱阁转来讲即个再建
1987吼。啊，我伫遐我嘛在想即个题目呢，讲再见吼，再见是 goodbye 啊，毋通阁转来啊，吼，啊是讲会再见，我去看去，啊讲 see you again 吼，啊，即个即个题目，我是感觉讲真有意思，看要哪来去甲想啦吼。啊，若讲恁团队吼，咧讲即个故事，当然内底有一寡爱情故事吼，啊嘛有一寡安尼诚丰富，无共款时代的遐背景的文化的展现啦吼。啊，毋过我是想讲，恁咧号即个名，咧拍即个电影的过程的中间，啊，恁敢会确信讲，即种概念，还是讲过去迄种的高压的统治，已经是 goodbye forever 啊，袂阁转来。啊，是讲，若无细腻的时阵，咱嘛有检猜，有一天咱若无细腻的时阵，凡是对方中国迄边来，咱敢会阁转去到迄种的概念的迄种的恐怖的生活时代安尼嘿。嗯，诶，我先讲这个台语这个台湾话这个题目吼，其实我是非常赞成。我分享一个伫捷克好啊，伫捷克大学生哦，你有我外国人、本地人、本国人，你上大学你只要拢总选捷克语的课程，对，老师拢捷克语上课，你规个大学读册是免费的，连外国人去嘛免费。啊，但另外要用英语授课，也是应该因为另外一个语言是因为捷克有4种啊3种语言，哦，你都爱负责。所以我是种，比如讲，我常常甲我毋捌甲美清开讲讲，如果因为台湾的交通的建设其实差不多啊，台湾其实有真侪建设拢差不多啊。如果真正要来拼这个台湾话嘛好，客语嘛好，就是讲你是大概较认同搭一个族群，哎，讲你感觉这个语言搭一个较水，我感觉是政府在推萨顶悬，这是一个较资本主义走小玉的过程。因为资本主义是战后了后，因为资本主义的特色就是 copy 嘛，大量化，哦啊商品化，就讲文化会拄着族群的语言，甲文化拄着一个啊华语拄对着政府为这个透过资本主义商业化嘛好，啊是产品化嘛好，啊是用压伫这个教育顶悬嘛好，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推萨的加速。啊，因为资本主义还未伫都市化，还未伫台湾，甚至行到全球化整个社会是其实较封闭的，所以这流通无遮紧，所以伊语言的消失速度，我是感觉无遐紧。伫战后，因为这个进入到资本化的这个跳跃啦，吼，1970年代、80年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语言的消失的速度加速啊。有一个我看，譬如讲，伫台湾文学作家，1930年代作家，亲像吕赫若，其实因已经无法度用汉字，无法度用台湾话来思考啊。其实，有嘛是有真侪，有嘛是有一寡作家用台湾话无法度来思考来写作，但是真侪的台湾文学作家是无法度的。为啥？因为政府透过教育，政府透过商品化。所以你伫外口所有看到的物件，拢是日语，拢是日语啊。所以讲语言、台语、客语、流行的文化要育，其实有另外一个是资本主义这个育。啊，资本主义就是要透过有意识的人，爱把台语当作变做会趁钱，台语当作会流行，就是啊看面哦用台语唱 rap。听足好诶啊！所以讲，即摆少年人，我敢会当甲你插一个好无？好。你即摆你讲到迄个1930年代，吼，迄个作家啦，吼，啊，我一直我毋知讲你会记哩无？就是迄天吼，伫阮厝里遐有一个简单的即个台湾文学的，大概伫遐个论坛啦，吼，还是讲欣赏会啦，吼。啊，我会记得迄天杨翠啦，吼。杨翠嘛来讲嘛，吼，啊我一直记甲足清楚诶，吼，就是讲伊有讲
伊有咧整理因阿公吼，杨贵诶作品吼。啊，杨贵，咱大部分大家拢想讲，啊，伊差不多拢敢若用即个日文吼，日文去写伊诶小说啦。伊用世界语嘛，伊有学世界语对吧？学世界语。嘿，但是咱即摆头落来，咱对伊诶印象吼，伊介绍无用迄个台语去创作啦吼。啊，毋过迄工杨翠吼，伊讲伊咧整理因阿公诶手稿诶内面吼，伊有去看到有用白话字写诶手稿。你敢会记？你敢会记迄件代志？这有印象。有嘛吼？偌好嘛有啊，偌好嘛有咧学白话字嘿。啊，所以我即摆要讲诶，就是讲倒来到即个体制诶代志啦吼。比如讲，咱拢会想讲哦，啊，即文学家着家己文学创作着家己一个人自己笔写安尼就好啊。其实毋是啊，伊现在较会无用，伊较会无发表。伊有创作有检采，可能有两种原因，伊检采讲伊对伊诶白话写了伊诶作品无满意，吼。对。检采有可能讲，啊，伊要投嘛，无人要甲趁。对。日本人检查，毋知要来检查。对啊，迄嘛无人要甲趁啊，吼。所以是讲，咱即摆讲要转来讲论咱遮前辈作家吼，可能拄则杨翠讲诶遐，吼，啊，你去讲拄则讲迄个偌好遐嘛有一寡白话字诶手稿吼，遮诶代志可能是抑阁无人去甲论啦，嘿，应该是若论落去诶时阵。毋尔干若讲会当论着讲，迄个作家一个人伊诶创作诶精神吼，嘛阁会当讲去论着讲，迄当时诶大环境吼，是虾米款吼？毕竟文学即种物件，你嘛是爱有人出版，嘛爱有文化通路，嘛让人去读，吼，啊，佮经过再创作，像恁即种诶影视人吼，过来再创作吼。安尼，咱即个思想，安尼咱会循环起来，毋则会阁愈发达愈健康啦。对无？哦，歹势，我拄仔甲你插，安尼，互你阁继续讲嘿。就讲我是真，我嘛甲美清讲，其实如果阮后生有去上课，伊选台语诶学费拢免，全台湾咱就明年开始哦，大家爸爸妈妈出来啊讲台语，我拼死讲，出来转来囡仔来，拢讲台语，你免学费啊，免学费差偌济呢？老师另外上课会晓讲台语，会晓讲客语，你讲原住民语诶，我一个月加互你15,000。啊，咱就互人选定嘛。啊，政府就是你去算啊，你算讲我安尼调查块哦，咱就试办嘛，就咱试办讲啊，无咱到国立诶大学开始试办。哦，老师互你半年去选，啊，会用加薪哦，加1万、2万、3万，拢会使。你着啊研究所嘛共款，啊，学生你我听有，就安尼伫加去，甚至可能补助你诶学杂费，也是大拢免钱。哦，咱先到听开始，慢慢进入书写。啊，我感觉你讲加，你加50亿好，50亿对台湾诶。可能卖泡面，我去泡面一年台湾头食200亿了，也是食700亿个。所以讲我其实拢会用，我迄时甲美清讨论讲，其实爱用透过迄个诱因啦吼，迄个去引着一般诶大众家庭为虾米想要做，一定爱到一个，就亲像鼓励人，即摆有啊生囡仔共款，政府爱推啥，爱有啥物。我感觉是这是一个，啊，着影视顶悬，我感觉可能就毋拿补助，就可能搁爱进一步，就讲你只要做台语的，我伫卖顶悬啊，啥物顶悬，哦，还是讲你有法度创作这个，因为其实阮咧拍台语剧吼，拢也无法度工作人员之间拢要用台语讲，但是因为我定定拍客语其实我拍上侪，我拍到10几出。客语是搁较无法度用客语的对谈安尼啦，所以我感觉我已经拍真侪出客语，我有法度听60%的客语。就讲啊，我嘛感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正常，毋是我挑工要学的啊，听久就会晓。所以我感觉台语的消息
有一个较麻烦的，或者讲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加速啦。伊对华语这个其实是在加速。啊，台语的水较好，其实一般的大众一定无像英国20年前在摆脱讲啊，台语就爽爽啊，台语就安怎啊，台语污名化有，还佫污名化敢有，大家感觉，但是这个程度会因为即马真济艺术顶悬会创作有才情的人，慢慢出头了后，啊，佫有学校开始有无共款的母语的教育，所以学生要要进入社会，这都共款的教育，你就选其中一个语言想要选，表示语言伫伊的人脉顶悬，这是平等的。家长30岁、40岁，家长嘛袂去来囡仔讲，这是一个有文明，个关系的一个物件。安尼我感觉即摆10几岁、20岁人，较无用过这种讲台语呐，较爽啊是安那，即摆是较袂。我感觉是讲因袂晓讲，袂晓使用，咱要来解决这个，毋是倒精神，毋是倒这个文化推送。我感觉是爱倒，我拢甲阮阿兄讲吼，你爱定定甲恁查某囝讲台语啦，因为吼讲台语这个吼口腔肌肉的运用较济啊，因为台语就8音嘛，啊一个音虽然退化，讲台语会较水就对啦。讲台语吼，伊去学英语，伊去学英语，学日本话、法语，因为你的肌肉较发达，你也要发音较济啊。你比如讲广东话有9个音嘛，但是我感觉广东话伊有人教是，这个台语其实每一个音我拢对着，就是这个较简单，就讲其实是有帮助。真啊，未来学其他语言啊，第二。你加学一个语言哦，未来做生意，对啊，对，我拢安尼啊，我袂当讲你啊，你保存台湾无。是啊，你讲吼，遐伫遐有一个大作，就是讲吼，learn a second language, double your world。就是讲你学另外加一种语言吼，你的世界吼是加倍啦，迄是，对，实在是真正有影啦。这是真正。啊，这边安尼含恁遮哦，我嘛有去拜访迄个叶天伦啦，哈。我叶天伦嘛有一寡，因为我即摆会想讲，即摆敢若做文字运动吼，语言文化运动，可能检测无够吼，爱去杀讲含即个流行文化结合啦，透过遮安尼，互咱的语言吼。希望有一部嘛文字会当出去吼。我是和天伦迄个叶天伦吼，而且我去伊个办公室，阮用要到差不多规工的时间啦，差不多6、7点钟的时间。而且当然是讲足济，即摆伊拄着遮咧拍电视啊，拍影片吼。包括讲因即摆要去拍迄个人生观的歌舞剧吼，无简单吼，迄电影吼。其中伊咧问，我咧甲问讲，恁剧本安怎写？伊讲足痛苦啦，就是讲吼，伊即摆剧本写诶，来演员看，一人用汉字写，一人读一款嘛。我还问讲，你敢有用台语输入法？伊讲无呢，我马上甲教。伊做认真学呢，我咧讲教输入法，我想是伊上认真去学的啦。是安那呢？我想伊绝对毋是出于意识形态讲要学台语文，伊是出于需要啊。对。伊剧本写了来讲，伊若无甲伊写做白话，伊足痛苦的，不时来甲伊问，一人讲一款。所以讲，伊即马伊就是讲，伊一抓吼。要写汉字，一撮下骹，伊要完全写用白话字、拼音字，安尼来写，安尼会省足侪麻烦。过去伊若讲要去写迄注音吼，伊讲互伊头壳一个咧摸咧烧啦。我是利用即个机会啦，甲大家恁遮少年一代的即个。影视创作者啦，包括讲演员啦，
咱较安尼，较有耐心的吼，毋免用一礼拜的时间啦。反正若较台语听图较好的，啊，佮拍字习惯较好的吼，我想是差不多毋免一日啦，就8点钟，拍几篇啊文章用，迄就足好啊！哎，迄几点钟的投资吼，哦，迄毋知以后会省你几百点钟啊！对，这你敢有经验哈？你敢你个人你敢有这个经验嘿？阮写剧本哦，伊虽然台语思考，但速度顶悬一定是华语较紧。啊，阮拢会写了后，我会当然阮拢会找台语老师做翻译。啊，这翻译其实是一个文化的翻译，因为角色是做啥物职业的，还是角色是身份阶层是打一个，啊不工仔人，我讲工仔人的用词，咱袂讲伤文雅，伊个用词一定真直接、简单，哎，错个六条，可能会用一寡歌还是啥物来代替，所以这拢会请老师翻译了后，我会搁甲老师讨论。确实，阮会开始教英文，一定第台语是先教白话字，以前教罗马拼音，因为漂音吼，你无用漂音，其实尾音转调一定拢会转唔着。你用波波摸摸，无可能有法度写遐转调，还是入音，遐拢无法度。所以用罗马字。我敢会等下你分享我的经验啦。我本来是无咧写文章的人。因为我袂晓报功课啊。我就是我开始学台语岁，我迄阵第一套足简单的，还是 DOS 的时代哦，还佫无 Windows 啦吼。我学迄个叫一套数，我叫 TW301，迄足简单，就是讲你拍罗马字入去，伊甲你输出迄个汉字出来，会当一字一字写，会当规个词写，会当有直打法。学落去了吼，哇！我感觉讲我规个思想完全透放，因为你就是直接，我莫讲你啦哈，讲我啦哈，我就是直接用我头壳内咧思考的台语文化，直接写，出来哇！所以变做讲，我较会当写甲遮侪文章，佫愈写愈趣味，所以我即摆是足好奇吼。比是敢若有一寡人吼，伊嘛写台语诗啊，拢写汉字的嘿，伊嘛用波波摸摸的注音符号，去拣汉字出来甲写嘿，我感觉因是有够够啊，伊头壳内伊咧爱去想迄个中国话的思想毋过伊要写台语诗啊，我会想讲即种作品伊嘛是咧翻译啊。伊头壳内嘛是咧翻译，伊若用波波要做诶时阵，一定是爱去想华语诶语音嘛，所以我会感觉讲，若是假使讲伊若习惯用中语诶拼音来解说用台语诶拼音来讲，敢若即个小小诶工具诶改变我想是会互咱诶即个思考诶语言你头壳内咧用诶语言，为中语转倒来台语，所以就是讲咧创作诶人啦咱咧研究讲，咱是创作者。我即摆我是要写台语社会咧，所以咱诶头壳诶内面过去都无法度，迄个无即个工具会当用电脑去直接用即个，你安怎想你着用咱诶语音直接用去。即摆就迄个工具咧，所以我是咧想啦检采讲，假使若是讲要写台语文化诶故事即个土地故事，那直接会当用台语思考，直接用台语语音输入来写文章不管是用啥物款拼音系统，但是介少就是讲用台语去思考，安尼写出来作品，敢袂较好？
我是嗯我毋是艺术人啊，但是我是用安尼来评论啊，毋知你的感受是啥物款，感觉会啥物款对于我来讲，好甲歹，毋若干若语言啦。但嘿，是如果你原本这写艺术，这演员要演的，你描述的这个场景，伫你创作者的头壳内面，其实是利用台语的形容，安尼一嘿嘿，定是直接用迄个台语的你的头壳内面想要传达的，一定是用原本的语言。嗯更较精确，而且更较接近你所想要讲的，这一定是的。因为嗯透过另外一个语言，你会做文化的翻译嘛？这嗯个文化的翻译一定有重大的啊。嗯嗯所以如嗯果这是一个，我互大家看，其实阮这个戏有一个，有其中有一个，这个。这个是阮请周建信、周建信老师、信嗯老师，伊捌写，嗯伊捌画一个叫来自清水的囡仔，嗯嘛伫画白色恐怖的，迄来自清水的囡仔是应该是华语甲台语吧，南做伙对无？嗯伊讲台语文的解说呢。阮这届个有，我7月初就上这个册剧啊，拢买会着。阮嘛，这个是做戏剧的改编，这个上特别是规个小说基本上台语文为主，有汉语有日语，嘛有华语哦。迄个周老师的想法是讲，这个角色讲啥语言，我就写伊的语言。所以伊就是无要解说，除了汉语有解说，日语有边仔有注解解说，因为迄就咱真正只要华语台语，伊就无要管讲，伊就无要解说啦。反正伊感觉讲这是一个试看卖，就讲伊若讲台语，我就写台语文。另外袂晓，其实你看图，你应该真后，你就差不多摇会着。迄个咱看日语有当时啊真后，咱嘛差不多摇迄个汉语甲，咱嘛差不多摇会着。所以伊咧做一个，这个过程就阮甲电视台，因为电视台要授权嘛吼。电视台在问讲，为啥无爱用华语边仔伊较济大众拢会安尼，拢会惊伊讲你安尼伊无想要买啦。周老师甲阮拢感觉讲，因为阮无管，开始我毋知周老师要安尼做，是阮第一届收到伊个稿，拢写台语文诶，就问讲老师你是啊？伊讲就想要试看嘛，甲是讲啥我就讲啥，我就写啥安尼。伊清水一定捌做过讲华语，我做翻边仔来解说台语，无即届无的确，即摆时代有搁较向前啦吼。后来台语台嘛同意讲，安尼嘛是对，咱嘛无一定讲一定拢要解说，无咱就试看嘛咧。这个，我感觉这个是伫创作顶悬，我愈侪人愈侪试看讲观众有因为安尼受到影响偌济哦。原来受到咱就是80%无，伊50%尔。你袂歹啊！表示佫过5年啊，咱佫加出几出啊，几本啊，无一定变20%。台湾人就变做我就台语用读，我就读台语啊。反正你即本叫要读台语来读台语啊。人问我听你安尼咧分享吼，我感觉真安慰啦吼。我感觉你嘛是徛伫时代尖端吼，即个创作者啦吼。我即摆就是咧用另外一个论述来讲啦吼。我讲艺术创作啦吼，应该就是讲你有一个你的感情吼，还是讲一段经验，还是讲咱的即个世界观。咱一定，咱有一个意念伫遐，咱要来创作。迄个创作即个过程，你有可能是用文学，有可能是用影像，有可能是用音乐，有可能是用画图啦。所以你拄则咧讲即个咧描写景啦，吼，迄个中间，你可能会当把握的语言来写，吼，检采可能。足侪情形毋是台文啦，因为台文咱毕竟咱较无咧教育，
可能检查用英语啥用华语来写。在描写景的时阵，但你讲语言的时，你对话的时阵，就可能就是爱用这个台语。即摆就是讲，我知影讲吼，迄个像讲，迄个拍电影有做者用迄个 storyboard。对。storyboard 伊本身伊就是画迄个画较高画，就像讲就真正画景出来，看卡面内面那翕那翕所以你咧讲这我可能是当理解吼。那是我咧扫吼，我想我时间到，等去互你啊。我先来问讲，拄则你讲即个写剧本吼，含写迄个较迄个小说吼，还是写即个文学吼，会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尤其是电影剧本吼。剧本吼，剧本其实是逐故事讲较有咧。因为阮咧工作顶悬拍片，总共差不多8、9个部门，有导演组、摄影组、灯光组、场务组，还有服装、化妆，还有美术、布景，还有制片组管大家交通、食、大、休困的所在、场景的所在，还有演员组负责找演员。照顾演员安怎演员的通告，所以这些拢是为一个看大家拢可能一个剧组70个人，大家拢会看剧本，知影要发生啥代志，就会由每一天的 run down。所以剧本其实是一个大家沟通的一个要来讲。一个故事，要大家你要大每一个部门讲啥呢？大家拢爱看。所以如果阮全部拢用台语文写作的时阵，这个工具有法度所有的人拢总看有无？当然，如果无的时阵，因为我是要毋捌分做2本啊，就是讲一本是华语本，一本是全台文本。我目前是还无，但一定拢有一本。上尾大家摕到的大部分拢是描写场景、描写动作，这个是华语，但是迄个对话是华语甲台语，也是华语甲英语。就讲这个角色是外国人、美国人，伊就华语甲英语。如果这个是客人，就是华语甲客语，阮拢会标做对话时拢会有2种的语言的标音安尼，是为着工作人员，你不要讲台语的，但你上少知影伊即句要讲啥，演员是一定是照一句话爱讲台语，伊就是爱讲台语伊的标音安尼，因为导演嘛无一定会晓每一个语言啊，因为像比如我拍客语。80%的导演是袂晓客话，会用你就讲你袂晓客语，袂晓讲台语讲无好，你要安怎拍客家台，要安怎拍台语台？阮边仔拢有一个语言的老师，伊拢会迄个耳仔拢会挂这个wireless的耳机安尼，伊会去监督演员讲了有丁答无，讲了差足济无。差足济就像讲刻意，我根本就无度听遮有咯，所以我大概真正讲毋对的，我才知影讲毋对。但伊的音调无转调安怎？这真正老师较知。台语现场像我讲有听着台语，所以演员讲有对毋对还是有转调无转调，其实老师拢会甲导演讲，导演头段迄句有一个音无转调，但是表演可能足好诶哦。就伊考较足好诶，你叫伊考第一届，伊可能目屎啉无拢流开啊！导演咪足丢啊！导演都大部分导演都讲，差足济，讲毋对音无安尼，会讲着偌济意思。结果老师判断，老师讲伊诶喙型是对，无看后壁要来配音嘛，所以这是一个，你看这是两个爱敲切啊，因为一工就可能烧40-50万。每一个时间拢是钱嘛，演员表演是其实足珍贵的，因为伊搁要定来一届，其实伊爱准备
啊，伊无对手爱个靠个，啊是讲伊对手法度呀，好无，啊是讲念影机有顺无，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大家瞧出来，但大家即马拢知影讲，我们咱要拍台语台，咱要拍客语，咱拍原住民台，语言这个物件，其实大家拢知影重视，大家其实即马我感觉无工作人员会去感觉这个是这个凊彩，我即马是袂有即讲拢袂，因为拢是感觉这是好的方向，对的方向，啊而且譬如我拍客语哦上特别，因工作人员达90%是客人，啊像念名书嘛定拍客会拍差拍一礼拜哦，客语真好听咧，哪咧唱歌咧，啊袂晓讲台语嘛，台语就定定。一半，差不多一半合家人拢70%的人听有，啊，差不多剩2%的人有法度对谈。其实工作量差不多2%的人，我度过程当中开讲对谈用谈话啦，其实是安尼。啊，大家嘛伊拢听有啊，要感动流目屎嘛，对流目屎。啊，你想讲气氛真好。这大家少年的演员哈，因要母语还是讲本土语的，因的意愿吼，悬啊，真悬，哈，真悬。伊学了好毋好，就是天分问题嘛吼。啊，但是第一是悬的，啊，第二因即马袂感觉语言甲政治是合做伙，这是脱钩的。因莫讲全部脱钩，是因开放，因感觉袂是题材问题，是角色的问题，毋是语言的问题。啊。大部分台语的上歹学哦，比客语真正较歹学是音调较济，转调较济。但是学会了，这确实学会了调音是一定是300%比用波波摩佛去调音较准，较好听。这是真正转调你嘛袂转唔对咧，这是真正。这1987的迄个女主角啊，彭迪友，伊就是用调音嘛。所以伊其实台语是无好，但是规个人拢放互轻松，反正袂晓来学。伊现场其实讲的是第一讲，哎哟，你讲了有迄个尾音拢有准呢，入声嘛拢有准呢，转调90%你拢有转呢。伊演员爱背啊，伊惊演员大部分拢会惊讲吼。所以卡麦啦，大家拢在等啊。大家50个人咧等你表演了好无好？啊，你拢背袂好啊！所以演员基本上拢会惊啦。啊，即摆其实上，我感觉上对我来讲，我做制作人，其实我咪导演啊，制作人。其实我上惊拢是，你感觉你台语真好，啊，你剧本你就凊彩背。啊，其实我哋譬如讲，这个是到1940年代到1987年嘛，所以李清老师咧翻译的时候，我讲好。你信，咱咧翻译吼，40年代用的词，一定照日本的音，还是迄个时阵，一定甲1987年的是无共款的。所以咱做一寡调整。啊，个女主角是读册人哦，因读册人用的词，咱嘛爱做一寡调整。所以讲，这调整其实，迄导演员摕来讲，阮都袂安尼讲诶，我毋捌听过安尼，对，迄是你毋捌听过。你去看，我就讲我就。拍开迄 Netflix 啊，我係迄個養鴨人家啊，1980年拍嘅電影。我講你拍開去聽，真濟台語其實即馬嘛有一寡詞無咧用。我講你講1980年，即40多年前咧，那40多年前嘅台語演變遮緊，180當前嘅，一定更較濟，咱遮無係啊！我攏在講10年前，我有一擺看見日淡水哦。老先生100歲，我哋廟口看見，老先生，我甲伊開講，我差不多30%的台語我是聽到的。後來我去問因查某囝，伊講迄個老泉州音嘛，伊攏要會記得呢。是，我是真正聽無，迄種聽無的。對啊，所以我是講你即賣這種的吼，這影音留來足重要啦，吼。足重要。伊即賣就是講離這個 AI 吼。時代，我有時啊，我攏會去問講，啊，你 AI，你 Meta，你即擺你會曉聽台語無？哈，會曉講台語無？伊攏我講會呢，足大膽呢。我啊，無咱來試看覓啊，我聽着好個的密密麻麻哈。啊，即擺就講啊，你來即個語音的資料，
吼，我若问我也无够，买咱房产哩，吼，讲盖好吼，就是讲你着爱愈较接讲吼，愈侪讲，包括咱即马伫遮咧讲，可能有一天咱遮声音嘛去互 AI 甲咱吸入去啦，吼，所以伊就讲盖好是吼，你用照你的腔口讲，吼，照你安尼，你安尼欢喜，安尼自然安尼讲，安尼伊会吸入去的时阵，咱的台语，咱的即个语类啦，吼。含即个语音吼，无共款的腔口，咱会搁较丰富啦吼。我即摆搁来问一个问题啦吼，含这小可有关系，小可无关系啦吼。就是讲，我迄天天伦咧开讲的时阵吼，伊讲即马吼，即马要演台语的电影吼，伊加足轻松啦吼。伊讲伊即马会当用 AI 去帮助啦，讲要哪帮助？伊即摆就讲有一种特别的技术，毋知对一个 model 吼，会当讲你即摆即个演员，伊本身就是讲啥物款语言拢不要紧吼，伊当来转做台语，而且吼转过来迄种的腔，迄种的迄个声质吼，就是讲就是含迄个演员共款吼。佮会当讲对嘴咧讲，看有遮厉害。你感觉你对伊即种的讲法啥物款？当然，即马是讲袂当有一个时间，看是讲几秒几分吼，可能会当安尼。可能讲要演10几分、20几分，可能迄个计算的速度可能无可能较高。你敢有即种的经验，还是讲你对即种的技术的未来，你的看法是啥物款？嘿？我嘛真好奇，要问老师讲，台湾台语文，咱有一个国家的教育部一个词典甲字典嘛吼，反映的，其实客语嘛有。我毋知因这个资料库有甲譬如 Meta， 还是有甲 Google， 因为国家用起来参详啊，政府甲参详，我的资料库想要甲你对接了后，我毋知安尼有法度，譬如讲咱开始开放这个字幕。就讲 YouTube 就有一个字幕的功能嘛吼，伊这个字幕是即摆其实也无法度台语文，所以我毋知讲应该是安尼啦吼。那照讲伊摕到的授权，伊个是 open source 嘛，对。照讲吼，因爱 open source 啦。对。而且我毋是咧要批评啥物款，我就是感觉讲，咱就是心胸较宽吼。咱放互无共款的这负荷，甲咱限制的啦。即马就是讲教育部，伊即马伊迄个输入法，你会当用讲的，吼。伊个就是甲你写文字出来，就是讲迄个 speech to text。对。毋过吼，伊一点有人甲伊即马会当输出的部分会当警嘛，吼。你会当要经即个汉字吼，还是要经即个教育部迄套即个拼音法？但是伊袂当输出白话字啦，吼。毋过民间做的吼，民间做的拢开放的。你讲你会当同齐会当去支援吼，即个传统的白话字会当支援教育部的白话字，会当支援客语。吼，遮拢会当，拢同齐会当支援啦。所以我是伫遮，我会感觉讲，应该是既然即个教育部你摕政府的税金吼，应该即个部分爱开放啦，无应该爱为着因为要推缩即个教育部的文字吼，迄个拼音方法来抵制白话字，我感觉这是错误的。我嘛爱甲公开甲批判，这是毋对的，因为吼，即种的文字吼，无应该由迄个专家学者来规定啦。迄专家学者来，恁几十个人，你要哪规定到足济？上主要的就是讲透过文化通路啦，文化通路就是 bottom up， 就是看一般人的使用。然到使用伊慢慢伊会自然吼，因为普及化的原因，咱来达到标准化啦。对。咱即马若是讲咱来一个专家学者来开会，吼，咱来规定咯，咱即几拢同意，咱就来制定一个标准法。
安尼的时阵会得到反弹嘛？因为对你第一你爱有迄个文化通路，你爱会出去啊。啊，你文化通路毋是讲拢政府的文化通路，是一般的民间一般，会才会使用啊吼。啊，伊即摆做法我是毋知影啦吼，我是晓较早介先有一寡，若是要甲即个政府部门请经费的吼，啊，伊若无用即个教育部规定的即个文字，啊，介先要请钱就较困难吼。当然我即点我是听了检测，资讯无正确也无一定啦吼。毋过我会感觉若是安尼吼，是算说讲诚不利吼。啊，对一般人会对讲教育部部长，当然即个部长是足有台湾意识的人，啊嘛，我嘛诚尊敬的人。毋过迄到尾啊，会互一般的即个真正听惜台湾文化吼。啊，白话字是因是法度 speed reading 呢，像英文安尼有咧用的人，因毋是讲爱去发音才会当出来，伊当安尼会当安尼读一个影一个，就是敢若咱咧读汉字安尼，就是马上知影意思咧。啊，你讲对即部分的人，伊家己底细讲，我即套文字要甲消灭，吼，安尼遐个人，因会对讲即摆民进党的执政者，因会有啥物款的看法？所以即点拢爱较特别去思考啦，吼。啊，尤其是即摆遮少年咧算保养，因遮咧选因遮团队吼，可能嘛是爱对即个语言的问题较敏感的。啊，无伊的支持度，日家己的党的内面，你还阁有10%、15%无支持啊。啊，所以爱去找迄个原因，吼，原因毋知是啥物款，含语言毋知有关系啊无，但是总是就是讲。啊，若有含义较好的团队，啊，因讲话听会落去的人，加减啊，安尼甲表达一下，较软性遐条表达一下。因为我感觉，我是头听老师咧讲 AI Meta 这个甲 Google，还是讲 GPT 这个部分，就讲因为科技的工具的使用，我觉这就像演员吼。我要讲的就讲科技工具的使用，如果伊的 Meta Source， 因为你 open 了后，不管你是白话字、教育部的，拢有法度甲 YouTube、FB、IG、OpenAI， 遮有法度对接到。安尼其实我伫 YouTube， 你讲英语嘛，我正看一个英语的 speech， 啊，我下骹我开放，伊只要讲英语，我马上有翻到，即摆有法度是翻做华语啦。英语直接翻华，其实80%嘛。因为这是其实一个数字的，你算愈紧，伊就法度。就讲，因为英语变做台语，英语变做白话字，英语你讲教育部拼音，安尼其实有好处是啥？连阮妈安尼点过，你就法度英语，你也变做白话字。有白话字就好处啥？电脑一定就讲发音发白话字的音。安尼阮爸阮妈咧听。川普倒啊，黑白沙了白讲，伊才试落白话字，伊就好度听讲台语讲好听。照你讲应该，这无怪讲吼，那是 text to text， 就是文字对文字的翻译吼。这是无问题啊，即马拢无问题啊啦。啊，你迄个 YouTube 吼，检测嘛慢慢来无问题，因为你 YouTube 内面伊有设一个迄个种类叫做。NAN 啦，吼，NAN，啊，伊挂符遐写台湾啦，吼，问题迄是出伫ISO 的遐问题，咱讲啊伤早咱就毋免讲，但是事实上吼，即摆要 text to text 无问题啊。我像讲我即摆我来，因为我使用的习惯，我会含用白话字含伊开讲，我会问讲，今仔日台北天气啥物款？伊会先去英语的资料库去溜，我看的是英语的资料库，伊咧溜些英语嘛，我知伊咧照用英语嘛，但是伊出来是用白话字，而且伊写的白话字标号、注音啥物件，拢准的90%几拢正确，比我写的搁较准啦，有时咱咧写拍字，咱拢会有一寡错误嘛，所以迄是文字对文字应该是无问题啊。啊，来我就搁甲问讲我用讲的，这当时到当时才会晓。伊讲我是较大型的模型啦，但是即马伫台湾私人的遮吼，
有咧研究的，即个迄个 test to speech 吼，应该是拢做比伊较好啦。啊，包括讲伊嘛讲着廖元虎教授迄个教育部迄个台湾语库吼，啊，介绍嘛讲着成功大学个几位啊。啊，伊讲即摆欠的，就是讲欠一个啥物款呢？欠一个平台，甲伊即个物件用起来，啊，互伊较好使用的平台。所以，这应该是安那呢？就是讲，若是愈侪人使用吼，啊，会愈好啦。啊，而且廖教授伊嘛承认嘛，讲承认讲用白话字去输入，迄个效果会较好啊。因为咱白话字迄个文献吼太济咧啊。哦，啊！你即摆用教育部拼音咧，全部咧写的人，毕竟是有数啊。伊讲即摆过去拼要写，伊写袂用150档写哩，啊，佮大部分拢是用汉字为主，啊，佮配几个啊拼音字啊。所以，若是讲即摆伫 AI 的世界吼，我想是应该是会白话字愈来愈强啦。嘿，啊，这就是真正讲的即个民意，就是讲咱。是科学制度，就是讲，毋是讲用科学的方法，较毋是讲用意识形态来咧抹杀啦，嘿，一定是像打一项愈方便，打一项大家使用起来愈利便，一定拢会用这项物件，人都是安尼。对啦，咱差不多讲要到1:30钟啦吼，所以咱就好啊，佮转来迄个再见。147吼，啊，咱来讲啊，咱有伫线顶的即个朋友吼，啊，你若有要来问问题吼，啊嘛，请你拍开即个你的麦克吼来讲啦吼，啊，所以南方咱今仔足多谢，我想有遮短的时间吼，啊，咱也无啥物特别的准备，毋过我感觉咱今仔对话实在是值得吼，咱无回答啥物问题，有可能。有想到讲，搁较侪问题需要咱来思考是安怎？啊，所以呢，期待讲，你若有即个再见1987吼，放啊一坎站，啊，你若时间搁较长的时阵吼，咱论坛较正式吼，来甲你介绍安尼啦。啊，今仔日是较歹势，今仔日有较歹势，较凊彩淡薄安尼啦。啊，咱就知影讲，咱即摆咱主要是要。推展即个吼，咱的台湾文化嘛，免讲无一定讲是台语文化呢，来推广咱的台湾文化嘛，吼。啊，来讲啥物款的方法上好吼，咱就是拢无排斥啦，吼。安尼就是最后，你敢有要甲即个咱即个听众朋友大家安怎讲吼？讲啥物表达呢？我用等一个，因为大概真侪人是毋知影去出去，我用等一个即个连结吼。你这个这连结面啊，你家啊，当时会开始办啦。8月30啊，8月30，啊，不过我有剪一个特别版90分钟的，我今日要离中山堂迄个网架迄边有台北电影节，我有一个特别的放映的咧。啊，未来嘛，讲大家有其他想要来做一个简单的讲座分享。卖用台湾邀请咧，用譬如我用甲导演啊、编剧啊，会用做伙甲大家分享开讲诶。因为我有一个第一版本啊，我哩头拄仔线顶即个群内面，我有放一个迄个预告吹的连接啊，吼，大家用看安尼。对吧？大家做伙拍拼，我感觉对，大家做伙拍拼。除了飞弹，咱。我著做武器啦吼，但係跟咱用做文化的武器安尼。对，啊，咱这论坛民间的吼，拢无迄个无付费的。袂单。所以恁遮大家来，恁若来拢是来遮分享的，拢是志工的嘿。啊，我讲的志工的吼，可能比有领钱的吼，佮较有热情啦。当然，一定。较有热情，品质嘛，应该是拢袂歹啦，吼。好，安尼无差不多今仔安尼吼，咱做伙来个即个南方吼，拍鼓仔一个吼，鼓励一个吼。感谢。哦，啊，有啥问题？
嘿，若有啥物问题吼，免歹势吼，你拍开咱就直接讲吼。咱遮有一位杨，毋知是杨女士啊，杨先生举手吼，请你免歹势，你就直接拍开麦克来讲，嘿。梁公兄你好，迄个陈小组人你好，我嘿，今仔日我知影你是迄种拍电影迄种的啦，我想要请教，因为我一直咧想一个问题吼，咱台湾敢有可能伫个未来几当内底像迄个史蒂芬史皮博拍一出辛德勒リスト的影片，电影是讲迄种。你像将一阵仔大梦出来，咧描写迄种以前白色恐怖时期的故事，迄个市场的反应袂歹，足侪人甚至足侪人去迄个历史补课啦，形成一个事件安尼啦。我是要想讲，敢有可能拍二二八事件的电影戏剧，出来互台湾人去了解英国以早发生的代志安尼。我知影讲这伫个要产生即出戏剧，一定会拄着真大真侪困难啦。我毋知影讲针对即个代志，迄种单制作人，你敢有啥物想法，还是讲你敢知影讲迄个恁电影界、戏剧界，敢有人咧想要做即件代志？你像迄个，我早前前几当拍《赛德克巴莱》嘛是足轰动的啊！我想要请教你即个问题，看你有啥物看法？多谢。好。二二八事件，如果以我知影的是，有人伫筹备写剧本，伫写228发生的是3月初1来初2，中山堂真侪迄个时就反正台湾的士绅，还有政府的人，还有军中的人，做伙伫中山堂开会，要处理即件代志的过程，然后要来迄几工要来写做一个电影。那像韩国有一出电影叫做《首尔之春》，我们大家有印象捌看过吼。228有人要写台，第二是郑南榕的电影应该拍煞，有可能明年要上吧。以郑南榕对任男主角就是郑南榕本身哦。这里拍煞应该在做剪接甲音乐啊等等安尼，所以其实拢有台湾的，咱安尼讲会用较政治的事件、政治的人物为主的，其实拢有人在拍。但较麻烦的，以阮参与者就是讲，阮创作者较麻烦，其实有2块啊。第一块就是讲，拍英国日本时代，还是可能1970年代、80年代，一定是比即马拍现代较开钱、较烧钱。第二，因为电影的回收大市场来讲，全世界是无好的，全世界。大家有在看电影哦，你就感觉他上侪一定是美国人。你看美国电影，即摆是台湾其实整个的量，佮有整个有名的名星，上面是少的。这是影响最大，所以讲要投资做电影的比例一定少啊，所以回收较困难。所以讲这是一个面对较大的问题。第二是演员啦吼，我讲煞演员要演政治事件，有知名度的、较大知名度的是愈来愈无可能。这毋是若是中国的影响啦，佮有另外一个影响是演员本身就，这是一个教育过程，伊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伊感觉这个代志会对我以后会有麻烦。迄个麻烦，咱在中国的因素 ，China issue 咱来撇开莫谈，伊就感觉我演了后，伫本岛、伫国家、伫台湾这个内面，伊就感觉会有麻烦，伊就无想，无莫插好啊，这不要紧啦，安尼。这是2种的面向啦。这你甲台湾甲日本其实是真正无共的。
这真正无个，因为感觉讲我演这对我哋国内无啥影响啊。咱咯中国因素卖淡，伊就感觉伊会有影响啊。这是这嘿。所以听着说吼，这两项，对啊，听着有小可心酸啦吼。系啦，因为咱伫遐咧论讲啊，咱1987吼，咱戒严吼，啊戒严时代留来遐恐怖安尼敢袂讲有透过文化基因吼，一代一代搁传落去吼。检采即摆这大牌演员，因可能嘛无去经历着迄个戒严时代的遐个经验啊吼。检采因这伫无形中，咱这伫受戒严时代迄种的惊吓吼，啊无形中啊透过咱的文化基因，搁传互咱的后代啦。所以若听着即点，那互咱感觉小可心酸啦吼。啊，总是咱爱向光明的所在看啦吼，会感觉讲，即摆已经到底啊啦，底线啦。台语死亡线嘛见底啊啦，搁落来就是爱看你咧穿去啦，啊买股票毋是看绝对的数字啦吼，爱看趋势啦。对，爱看趋势。好，来搁有阿秋，来阿秋，请讲。大家好，我要请教陈导演，就是像讲。你拄好讲到，就讲真诶人来演拍做电影啊，敢有可能是用迄个anime迄种日本诶anime真红啊？是讲，我毋知影恁敢有可能，就是讲anime迄种电影，甲恁用真诶人，就是讲导演敢有可能去甲用做，甲来拍即种anime即种，啊，搁有迄个陈雨生有像讲迄个。龙树宝记啊，伊有搁有迄落中篇啦、底篇的小说嘛，拢真赞啊！啊，真赞遮个作品，都是敢有可能？你若用真诶人无较歹迄落，敢有可能讲用迄个anime来甲伊呈现安尼？我毋知影即种警察，还是讲迄可能性，多谢。好，动画anime应该是讲这个吧，也是咧讲用 AI 来做动画，但简单来讲，应该动画如果是要成做电影，对我来讲，我感觉台湾人是无啥爱看动画，去电影院内面看漫画这个物件。这台湾人本身的美学顶悬，台湾人的学这个艺术顶悬，咱无像日本，咱无像美国。这是咱本来的基因内面就较无这项物件啦，所以我感觉投资者就唔敢投资，因为了钱啊，你做animation 的动画漫画，这个就一定是几啊千万以上啊！啊，我讲这收益是安尼算吼，我讲一个大家应该较唔知，譬如讲这个票房1亿吼，咱其实戏院爱摕5000万摕走。伊会摕一半走，因为伊空间互你嘛，伊空间毋是租你呢，伊空间是好。我进你这出电影来，我接房哦，我空差不多3个厅来放哦，你3个厅台，我免费帮你放哦。但这放的过程当中，票房无好，我空间就安尼拢无啥人坐啊，歹势我第2礼拜可能3个厅变2个厅，第3礼拜歹势变1个厅本来拢互你6点到10点暗时，歹势变下晡，所以讲。票房一半拢爱有戏院，一半就互所有的投资者去分。因为投资者先出钱吼，一个公司去拍嘛，讲你就拍5000万啊，你收票房1亿，我收5000，拄好拍平。所以讲大梦总共是开1亿嘛，政府有补助，所以伊1亿等于伊才有摕5000万，总共开1亿，伊的收益才5000万，伊是毋够5000万？要付出也未收入，对吧？政府补助5000尔嘛，1亿票房先摕一半，安尼拄好，要欠钱，所以有少可能是卖外国的版权，也是卖 DVD， 才有法度真正有趁钱啦。所以 animation 这个物件是台湾确实无这个市场，
所以为啥真侪人无向迄个所在去做？啊，这是电影，但是如果你是要做宣传，对影音用 AI 来做 animation， 来做真侪小说，还是人物，还是本土任何趣味的故事，我感觉这个门槛会愈来愈低。所以，今仔少年人会晓写这个 prompt， 这个指示，你来 AI 讲，伊就有法度生互你。但是这个是较好的 animation 东西，差不多8秒钟爱差不多200块吧。这200块互你唔袂用啊，你那做出来歹歹啊，做出来你唔对，你头无心头，毕业你搁修改，你搁落 prompt。我看这个是未来，我感觉少年辈会用投入的一个过程，因为加上我请少年辈不要讲台语，不要紧，你我讲华语，伊用来换做台语啊，所以用变做台语，用 AI 来做一个 animation， 我看这是真有这个 potential 的。我唔捌想过，但系今日那个今日你安尼讲，我才想，确实呢，我感觉是一个，因免演员演啊，伊演员讲起来。演员就爱化妆，爱服装，爱场景，爱摄影，爱导演，其实是拍片是一个麻烦，因为表演是一个艺术，而且演了好看，人才会介意看，这是真重要。其实你用 AI 先帮你放甲演看卖，无你家己去音人，你去音人可能几啊出，拢短1分钟了后，你就摕这去找投资者，咱请真的人、真的演员来搬，好无？我感觉安尼是。我感觉这是会通的，拄则你阿秋有讲到这个单雷的文学作品啦，单雷文学作品你敢捌读过？捌哈，研究所先捌。伊在生的时阵我有安尼机会，拢还没讲话啦伊是讲伊一个真大的愿望就是讲会当较侪人用伊的这个文学搁去再创作啦。这个其实是伊文学内面伊充满迄个疼惜台湾这种的气毛子明美说，咱美说今仔嘛有伫遮啦。明美说，你有来讲几句话无？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你真活啦你介是半暝啊？我是感觉讲，迄个其实我上头介绍无听着，但是我是感觉讲，迄个单独的，你这款做法是足好的啦，介绍台湾的历史大家知但才都有咧讲到单类的作品伊实在是足爱台湾的啦，伊写袂少关于228的故事，佮写即个原住民的故事所以你若有机会看会当安怎甲伊的故事传出去无？感谢。安尼若有讲要版权要使用无问题啦。好啊。安尼其他的人佫有啥物款迄个问题要问有啥物款意见要表达的无？安尼无就等者，我来，拄仔有讲到迄台语爱用你变做钱啊。我就想着，阮顶摆看迄个即本，阮跳下班老师有经一本跳舞的戏嘛伊即内底就伊讲迄个斯多尼亚、爱沙尼亚，因就是因独立了啊，因就是有甲，算讲因就开始实现做一寡语言迄个转型正义啊，因为迄当因嘛做侪迄个洛西亚的人伫因遐嘛，因就开始讲做规定讲有一寡头路政府经10外种的头路，就是你若要伫食这的头路，就是爱用斯多尼亚的话，
像讲医生、客人车司机反啊，搁有伫国营店内底做工课，也是公务人员学啊，这拢爱用迄落因Estonia 话安尼就会。因为伊有即种规定，变做讲你着爱晓讲遮个话，你着用变做钱啊嘛，系啊。这着我感觉伊即个制度，咱咱即马总统是咱台湾人，我感觉咱会无法度讲像讲有一寡所在，就讲像讲你较庄卡的，也是讲像讲阮宜兰遮也是都是。讲你就是伊爱去考遮个若要食遮个政府员规定遐个，要食遮个头路，你就是爱会晓讲，会晓可能伊会通过一个认证嘛。就像你要做台语老师，你就爱通过一个认证，爱 B2 你若讲毋免甲 B2， 用你定一个讲莫遐尼免甲 B2 嘛，可能爱 B1， 系啊，安尼。就是讲，也是讲像讲伊几年来3档内一定爱有摕到即种资格，安尼无，若3档过，若无伊可能政府会甲迄落，就是讲有人你甲检查讲伊是毋是有已经有迄落有摕到即个证照，才会用食即个头路。我毋知影讲，咱敢有可能？安尼来做，这是做实际的，因为你若有这个制度落去，大家你讲要食个头路的人，伊就是会拍拼去学台语啊，迄比你学教迄落台语搁较好，因为学伊是遐囡仔是毕业的啊，伊即马要食头路，伊这就是我自愿啊，我著要食这个头路，我就是会去拍拼嘛。我是因为迄毋10当前，我著看到这，我感觉咱台湾敢无法度安尼做，安尼我有这个想法，安尼多谢。侬讲遐麦克无开？好来，像我先来回答，我是来回答南方，确定看你个有啥物款的想法啦吼。我有一遍我去问 AI 啦我会讲 AI， 假使你若是行政院的台语政策的顾问你会向即个行政院做出啥物款的建议啊？伊是讲做台语爱用即个台语政策、台语产业的想法来做。即马目前教育部、文化部伫遐咧送这无效啦，这舞袂起来啦。这是讲咱就是讲一个supply side， 无 demand side。伊讲部长，你著爱有一个整个的台语产业政策你爱甲迄个科技部国发会这经济部这物件拢揽起来，来甲伊当做一个台语产业的政策来做。安尼就是讲，毋是干那讲，即马拢靠教育部用补助的，文化部用补助的，你来做到讲真正去用台语的语去安尼做产品做服务你若讲伊安尼 7-11遐个人，你若讲伊用台语来招呼伊的生意会较好若安尼的时阵，台语就较会活起来啦好，来南方，你若有啥物补充？我感觉那个戴老师讲的是一定是对的啦。真做一个产业，就是伊进入了这个资本主义甲这个华语来做走小用嘛，才有机会走赢啊。就讲你袂用摆脱资本主义啊，因为迄就是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这是啥物款的？你要用啥物款的资本主义安尼尔？第二是，其实
我咧写这剧本，进前我嘛知去台湾，甲诚做一个民主国家，伫甲世界所有民主国家上特别是，咱是威权时代的政党，而改严了后，这个政党摇伫咧，可能是唯一一个民主国家是安尼哦。其他所有民主国家拢是威权时代结束了后，迄个政党就消失啊，迄个政党无偌久就消失啦。所以对转型正义这个工程来讲，别个国家是相对较无遮复杂的，所以咱是相对较复杂的。啊，为什么我要安尼讲？这个复杂性就是后来讲，咱有法度像爱沙尼亚、Australia 安尼，安尼来对讲，你要入来供应的部门，你要入来啥物单位，你来学，你就爱用台语，你就爱用客语，你就爱用原住民语，真诶，就讲，如要用强迫的呢方式，咱台湾人的迄种，我有当时感觉这就是咱台湾人一种 PTSD 嘛好，也是一种性格嘛好，就是咱拢感觉用安尼强迫，啊，是毋是就甲英国迄个威权时代共款啊？咱咧人强迫一个物件吼，啊，咱就等到咱无去强迫，咱就透过用鼓励，咱就透过用安尼你去考试，你一定要做这考试安尼。好啊，我做这我去考试，考了我过啊，我就开始做这位的人，我嘛是无讲台语啊。这就是迄个环境到底要安怎造成？这我嘛，因为我毋是行这方向的政策的主要的人，我嘛感觉有困难啊。讲好，咱这个，咱可能乡公所内面的社会科，啊，社会科有啊，恁60%拢讲客语，哎70%，安尼即科每一个人拢一个团队的奖金哦，会用每一个人加一个月加5000块。哦，我伫乡公所上班，拢讲台语加5000块，真好啊！安尼想要来认定，是即个空间内面有一个 AI 会用让咱监听讲，到底咱上班有60%咧讲，哎70%咧讲台语是安尼吗？安尼就讲即个过程一定有一寡定数的正义爱顾虑着啦。啊，但是我嘛感觉无，如果无做伙想产业，做伙想环境。其实用补助，用补助，我感觉是一定照常约袂过资本主义的。我感觉约袂过，资本主义太紧咯。华语靠大力资本主义的这个车顶管底安尼冲。对啊。所以对啦，所以我即摆就咧想讲吼，检测咱会当来做一个用迄个台语的社会企业。个观念来做，民间啦吼，民间台语社会企业，啊，就是讲咱做企业吼，啊，用台语来去做，啊，你就是你的企业愈趁钱，啊，同时阵吼，啊，有哪会当讲来达到迄个救台语，还是讲保护台语、发展台语的目的啦吼，啊，这有可能做侪种的啦，比如讲这职业介绍所啦吼。比如讲开一个足简单的咖啡厅啦吼，比如说人力银行咧讲训练的啦吼，这拢有足侪可能性，啊，咱可能还袂想到啦。啊，愈侪人开始，咱可能我是有看了，个人话企业应该是用甲 ESG 想看有法度，就讲本土语言的保存，我头下用查，那企业去支持这个物件，因即摆文化做 ESG 的一个点数，就讲。是即摆文化部伫甲经济部伫推出的，文策院内面有一个部门，就是一年新的叫做 ESG 的，就是文化正做 ESG 一个重点。这无伫卡用评分点，对，啊，如果评分点真悬，咧企业部伫甲都有企业想要做。对，我是捌听过一个较早。伫 IBM 做总经理退休来，介绍敢是有一个叫做 Good Business Practice 还是 Bureau 啥物款？伊可能伊专门咧辅导人迄个做迄个社会企业。我捌听过演讲的正确的名我袂记，毋过就是讲咱会想讲吼，
咱诶小企业做生活要来做环保，这逐个人拢会当认同啦，啊，毋过台语诶流失，敢毋是一种污染，敢毋是讲对咱诶生态圈，咱诶生态会产生一个困扰，所以若是其实是啊，咱若是咱这咱诶本地诶这个文化课啊，欠一个会当沟通诶物件，这就是对咱产生足大诶伤害。可惜就是讲，犹阁伫迄个社会企业诶中间，介成较少人讲去，啊无咱来用台语做主题，来经营社会企业。陈老师，我刚想到哦，其实更较好、更较紧，应该是讲，譬如讲，这个企业拢咧做关怀老人，还是讲关怀少年囡仔，还是企业拢咧做海边啊，这环保的物件活动。你就讲，你有法搁加上台语这个，你原本咧做啊，你若加上台语这个去哩，你用170%拢咧用台语，你的分数啦，正做变做2倍，伊就更较，因为对伊来讲，伊就叫下骹人原本咧做这代志，你免做新诶，你若加上台语。有影，安尼就搁加一个，免搁想一个新的，就是讲你做一个 additional 的物件起来。对，安尼速度可能搁较紧。所以讲，因即马长照嘛，还有证照嘛，敢是？对啊。你有证照的中间，你就是爱加一个专长，对。你有台语专长，有客语专长，我若要叫啥物人来，我就加这个专长，我就政府补助包定。对。我ESG 那会种那会使去看吧咧。是，像你个有问题我是想到迄落顶届梁光遐你嘛有讲迄落啊，台语消费者运动啊，就是啊，我感觉有若即种运动，大家坚持吼，这嘛是一个一种对，真好诶方法有影，这爱个讲台语会趁钱呀。迄20几年前咱的诉求，但即马可能时机搁较好啊，会当，若有人有心的人，会当过来想看觅啊。好，咱时间有来足晏啦我想咱就到遮，无志定你若伫遐，咱迄个录影先甲切起来啦，好无咱就正式的节目咱就。